来关心台北市文主公庙的消息。2022年，一个姓张的小姐指控台北市行天宫，也就是文主公庙，利用因老爸失地签9间厝这个关键的契约，总价值1亿8千万。唔那个民事，同时佫有姓吴的董事长早起，这个刑事案件今年5月不起诉，最近民事的判决已经出来。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行天宫爱多销信义区2笔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登记。文主公庙表示讲，法院的审理中暂时无要回应。规日涂骹翘首拜拜，台北市行天宫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，也吸引到真侪观光客。身为北台湾参访香客上济庙事之一，2022年，宫庙所控指控利用乌吉桑失地签9间房产假回契约。今麦一审判爱行2间房产，他已经生病30几年了，他现在也是被监护宣告，然后他也有很多就是忘东忘西的一些症状，就是有结合一些老人的一些轻微的失智。杨路北角庙方早起，庙方是不起诉处分。2022年，县长的乌吉桑以商业种做理由，假付互行天宫9间房产，拢总价值2亿。也毋过早家认为，行天宫利用老爸失地签假回契约，所以提起诉讼。也毋过当时检方无法度确认乌吉桑的辨识能力是毋是不足，所以是不起诉处分。民事部分早家请求变更房产移转的登记。也毋过行天宫解释讲，乌吉桑是主动假付，而且意识真清楚。法官认定当时乌吉桑已经有梦想，判变更2间房产移转的登记。后续董事长也互高检发回继续调查。可是他会觉得国税局讲出来的话，还有我讲出来的话，都是要欺负他的。你们政府针对我，所以他就写了陈情书到总统府，也有写说，就是后续会给家属。无论要后续关怀还是什么的，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没有做到。目前7间房产的民事诉讼也搁咧开庭审理。张小姐讲，将会继续约回村的房产，感谢法院做出安尼判决。那行天宫是讲，法院等咧审理，暂时不回应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